退休係所有人都會期待嘅重要里程碑，遠離營營役役嘅工作，終於有機會放鬆落嚟，探索新嘅人生。不過退休都有退休嘅壓力同各種唔同嘅挑戰。想喺香港享受舒適安穩嘅退休生活，一啲都唔平嘅。所需嘅積蓄平均達到860萬港元。即使你嚴格遵守儲蓄同投資紀律，都可能會擔心辛苦賺翻嚟嘅錢唔夠用到百年歸老，仲要考慮意料之外嘅醫療開支同通脹影響。喺退休期間，如果有方法幫你利用積蓄錢揾錢，你就可以有更大嘅自由度，專注喺最重要嘅事情上面。呢個就係匯豐退休歲月多元資產基金嘅初衷，特別為風險取向屬於低至中等嘅退休人士而設。我哋相信一個多元化能夠創造入息、兼具靈活性嘅投資方案，可以為退休人士帶嚟潛在好處。首先講下多元化呢一方面，大家要知道，即使係溫和通脹，都會隨住時間逐步蠶食財富。所以退休人士嘅投資方案應該尋求處理呢一個問題。另一個重點就係投資方案要經得起市場波動。如果淨係投資喺股票，可能會容易受到市場動盪嘅打擊。我哋可以用美國標普500指數作為例子，由2020年起，呢個指數經歷過最大嘅跌幅係34%，仲係短短1個月之內發生。為咗應對市場挑戰，匯豐退休歲月多元資產基金會投資喺真正多元化嘅投資組合。我哋而家對各種資產類別進行主動型配置，例如政府債券、投資級別企業債券同埋環球股票。組合亦會分配小部分嘅比重喺高收益債券，從而提高入息潛力。同時亦會投資其他資產，例如係黃金，為投資組合帶嚟防守力。呢個投資方針可以為基金帶嚟多方面嘅回報動力，增強基金保持穩健嘅潛力，同時把握資本增值嘅機會。第二，由於退休人士唔可以再依賴工作收入，我哋嘅退休歲月基金可以提供容易預測嘅定期入息為目標，支持你嘅日常需要。而呢啲定期入息有機會從資本中派付。最後，退休歲月基金亦可以隨時靈活提取，應付你未必預計到嘅現金流需要。透過明智嘅理財計劃，投資喺適切嘅退休方案，你就可以更安心咁迎接舒適而充實嘅退休生活。